可是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算了，我妈咪不要管我。你现在冲啥？你想到 K 里耶？不知道吗？我上不去啦，太高了，我要怎么下去？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？阿大接下海呀，现在怎样？脚软软的，妈咪这里好高。你试试看，慢慢往下跳。我不敢，我真的找不到地方下去。你先到后面去看看，后面嘿。后面吗？你先看看，我来找别条路。点点啦，你去右边。这边更高了，妈妈快点来救我！这样下得来吗？不行，还是没办法。真的有点欢喜。再过去还有路吗？没有，我这边穿不过去。不行哦。我走溜滑梯下去吗？我想我闪亮。有没有人可以帮我？我跳下去。你说我不怕？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我怎么不点？我不怕。那个人类要干嘛啦？大家都在帮你啦，再试一次啦。嘿，对，我跳下去。我不要下去了啦！算了，我妈咪不要管我。Thank you， 小红最坚强了哈。我不知道啦，我就下不去，妈咪，我的脚抬都在抖。儿子加油！加油！再来！对，跳！走！站住！你又要跑到哪里？你下次给我这样上去，就永远都不要下来了，听到没有？好啦。Bye.